對於應屆畢業生嚟講，踏入職場本應係新開始，但亦可能帶嚟預計唔到嘅住屋壓力。近日有網民發文話自己一有全職工作，家庭入息就會超出公屋限額，屋企人為咗避開富戶政策，計劃抽居屋，並要求佢日後一齊供樓，令呢位職場新人感到非常憂慮。呢類情況反映咗唔少公屋家庭正面對嘅新現實。隨住富戶政策持續收緊，部分家庭開始重新思考長遠住屋安排。最新數據顯示，2026年頭4個月，二手公屋買賣宗數按年大升超過40%，顯示市場對資助房屋嘅需求明顯增加。新一期居屋計劃入面，亦有租置公屋回收單位。由於呢類單位售價相對較低，介乎約16萬至137萬，吸引咗部分受富戶政策影響嘅家庭留意。以一個137萬嘅單位為例，做9成半按揭供30年，月供大約係5900蚊。供款水平同未來可能面對嘅高倍租金壓力接近。不過有專家提醒，後生仔面對供樓安排，除咗考慮眼前係咪負擔到，更要計算日後收入穩定性同工作變化。尤其對於啱啱投身社會嘅人，未來可能涉及轉工、結婚等人生轉變。如果只睇眼前供款能力而忽略長遠現金流安排，日後財務壓力有機會逐漸增加。隨住市場成交增加，部分家庭開始將資助房屋視為長期資產安排嘅一部分。公屋富戶政策收緊，確實改變咗唔少家庭對住屋嘅諗法。問題唔再只係買唔買樓，而係點樣喺租金、供樓、家庭負擔同長遠財務安排之間取得平衡。置業始終涉及長期財務承擔，了解自身能力同未來真正需要嘅生活模式，先至係最重要。想知更多資助房屋資訊同實務分析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公居訪視。我哋下次見。